今日係3月28日，四旬期第5週星期六。聖言金句係厄則克耳先知書第37章第23節。我要把他們由他們因背約所犯的各種罪過中救拔出來，淨化他們，成為我的民族，我作他們的上主。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默想嘅主題係天主的寬宥。承接琴日嘅分享中提及到以色列人因為心硬，罔顧天主嘅慈悲同埋救恩。今日第一篇讀經，天主透過厄則克耳先知再三表明天主自己嘅心願，就係拯救嗰啲曾經背棄佢嘅選民以色列。厄則克耳為南國先知，佢於公元前597年喺南國被充軍嘅時候，佢就同貴族同埋壯丁一同被擄走去巴比倫。及後天主眼見猶太人民嘅苦況，就啟示咗俾厄則克耳先知，叫佢到群眾當中指責異民嘅罪惡，離開天主，背信遺言，敬拜邪神，唔遵守天主嘅法律。後來先知宣告安慰性嘅預言，並提醒佢哋只要回心轉意，重投天主，天主就會決不拋棄自己嘅選民。最後南國嘅異民能夠返回耶路撒冷，重建聖殿。的確，天主只憎恨罪惡，從不捨棄罪人。正如天主向聖保祿宗徒所講，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，因為我的德能在你軟弱中才顯出來。咁樣可見天主嘅憐憫同埋寬宥，因為佢從來都係賦予慈悲，緩於發怒，就俾我哋下定決心，遠離令我哋犯罪嘅機會，淨化心靈，將即將來到嘅復活節重拾天主兒子兒女嘅名分。今日嘅祈禱係：天主，你時常施恩拯救人類，你更在四旬期內以豐富的恩寵培育你的子民。求你藉聖神的光照，淨化曾受聖洗聖事重生的我們，好獲你的保護和佑助，以迎接你聖子的復活。亞孟。願主祝福大家。